咁啊，遮打道車展啦，好榮幸今年我都可以擺車啦。咁啊，我部獅頭七就唔多講啦，不如睇下今次我嘅 neighbor 隔離呢個 Hi Jonathan， Jonathan 不如介紹下你部 Stagea。喂，你好啊！呢部係我1997年嘅日產 Stagea 260 RS。咁佢係一架旅行車啦，如果你睇到係，但係佢係用緊GTR RB26 Twin Turbo 嘅機器。咁我由細都好中意呢架車，咁最終有機會買到，咁就我好寶貝佢啦，好中意佢。呢個顏色都係我自己揀。咁即係個顏色你翻噴定係原本？係啊，原本係白色嘅架車。咁我見到啲顏色我自己好中意。咁佢又好接近日產嗰個特別色，但係又唔係嗰隻色。但我又覺得好靚。咁啊，盡量所有嘢都 match 翻啲顏色咯，嘗試啦。係啊。但係 Stagea 比較罕有喎。係啊，佢其實依個版本咧係算叫做半廠車咯。咁跟住大概頭搭尾係2000幾架左右咯。係啊，3年裡面出咗2000幾架。咁啊幾好嘅，我覺得都幾好揸嘅，其實都又實用咯，可以擺到好多嘢。